請你介紹下自己。先生太太，我叫名係 Haryani， 今年我係39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仔。之前我試過做嘢喺香港4年，我照顧係婆婆同埋公公同埋一個細路哥。我係日日係煮餸買餸，同埋同婆婆食藥，帶婆婆係做運動，同埋幫婆婆着尿片。婆婆唔識行係咪啊？唔識。你要推輪椅嘅。哦。咁你個公公幾多歲啊？差唔多80歲。80歲，公公健唔健康㗎？健康。健康嘅。個孫幾多歲啊？個孫係4年班。4年班，佢哋就同公公婆婆一齊住。係啊。先生太太就係大陸。喺大陸，好。咁你使唔使買餸煮飯啊？如果買餸係同爺爺買。同爺爺一齊出去買。係啊，如果煮餸係我煮。你識煮咩餸啊？煮係蒸魚、煲湯、蒸雞，係咁樣咯。咁識煲咩湯啊？煲雞湯、煲滾湯、香蘿蔔粟米湯。咁你喺香港做咗4年一個老闆，係咪？跟住翻咗印尼。係啊。你翻嚟印尼幾耐啊？喺印尼係8年。8年啊！你廣東話仲講得好好喎，仲記得係咪？係啊，真記得啦。好，咁而家你翻嚟香港，你想照顧乜嘢啊？照顧乜嘢好啦？小朋友好，婆婆好，係咁樣咯。即係婆婆公公都冇所謂。冇所謂啦。你驚唔驚狗啊？唔驚。大細都唔驚。唔驚。咁你食唔食豬肉啊？我識煮豬肉，不過唔識豬肉。如果你放假唔一定放星期日，得唔得啊？得。可以㗎係嘛？可以。或者唔放假補翻錢俾你得唔得啊？得。好。咁如果你嚟香港咧，咁你要練習翻好你啲廣東話喎，得唔得啊？得。好啊，唔該晒你。好，多謝晒。